你有冇諗過自己可能有超能力？即刻邀請第一位學員。超能力學院，一個開發你無限潛能嘅地方。哇！哇！你唔好咁近啊，大佬！哇！你唔好咁近啊，大佬！想入讀，必須得到3位導師嘅認可。睇住睇住，你看到的東西不在這個世界。2分多，2分多。有玩嗎？幫我綁一綁佢，我驚佢冧低。喺呢度係嘛？呢度。我自己就好期待去睇呢個節目啦！超能力學院即將啟播。